15運會將於明天開幕，高商凌晨4時出發，擔任志願者。好咁啊，高 Sir 咧啱咧就做完安檢啦，咁咧嚟緊咧就會上港珠澳大橋，亦都係咧唯一一個15運會咧為一個跨境嘅一個賽事，咁啊非常榮幸啦！咁啊今日咧帶同我哋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10多位嘅志願者就上橋，激情全運，活力大灣 ，yeah！ Later， 激情全運，活力大灣 ，yeah！ 活力大灣區。香港將會承辦8個競賽項目，歡迎大家來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